大家好，我係銀龍咖啡茶座 K 姐啊！大家好奇怪啊，點解 K 姐今日戴口罩出鏡呢？ K 姐係咪病咗呢？唔係嘅，大家唔使擔心。只不過咧 K 姐咧啱啱咧去剝咗牙，所以咧有啲口腫面腫同埋剝牙嘅期間咧，我卸咗妝啊，咁啊所以咧就要唞一兩日啊，我想等個牙齒。咁啊點解今日咧就咁都唔唞下出嚟拍片？個原因咧就係原來嚟緊呢一個星期日嚟緊呢個星期日嚇，咁咧已經係5月，應該係叫做係11號啊！5月11號係我哋嘅偉大母親節啦。鏡頭前大家睇唔睇到啊？係啦，母親節啊！咁母親節咧係一個好大日子啦。咁我銀龍咖啡茶座咧就會送呢一個母親節嘅花。咁啊花冇用喎，所以咧好實在嘅。呢一個咧係個筆嚟嘅，喺鏡頭前睇下。係咪好靚呢？咁啊好多顏色啦，咁啊隨機咁樣送出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話我想揀嘅，咪先到先得咯。千祈唔好俾壓力我啊，因為呢個咧都係銀龍咖啡茶就送俾大家嘅少少心意嚟嘅。希望祝大家偉大嘅母親咧母親節快樂。咁啊好開心啦，因為除咗母親節之外咧，我哋嚟緊5月31號咧就係我哋嘅端午節啦。咁啊好多謝大家咧好踴躍咁樣同我訂種啊。咁啊要截單啊，訂到幾時咧？最遲 order 咧，我相信係5月14號前要落 order， 但係5月14號前落嘅 order 咧，有機會係5月26號嗰個星期先有得攞。5月26號嗰個星期先有得攞，就一定趕到你哋端午節前送俾客人嘅，送俾朋友嘅，係啦。但係因為咧，我哋真係人手包啦，我手頭上咧已經過1000隻嘅 order 啦。咁啊，再次衷心多謝大家，記住啦。我哋啲種咧，如果你想訂咧，記得打呢個97573938。如果我鏡頭前出唔切個號碼咧，我再講多次97573938。要嚟銀龍咖啡茶座攞嘅喎，要嚟銀龍咖啡茶座攞。如果你話送貨咧，運費係到付嘅，運費係到付嘅。希望大家多多包容，始終係小生意。希望大家咧繼續支持呢個香港經濟，記得呢個係香港製造，多多捧場。大家端午節快樂，拜拜。